啊！第一個咧就一齊合腳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天下嘅生靈就真係陰公。第一句先，即係個速度咧應該係如果天地不仁，天下即係應該個大概嗰個速度要接近嗰個。我哋開始嘅時候咧，慢慢嚟。我哋重複第一句試下，第一個 phrase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天下嘅生靈就真係陰公。我哋試下慢慢咧，就係背咗佢，背咗呢個。咁我哋一邊嚟啦。如果天地不仁，我哋唔好去。我哋試到直到大家都可以有底嘅。之後第一個合腳 ，1 2 3 4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天不仁，仁嗰下呢度去呢個，試下再1、2、3起。如果第一下都唔錯，試下。嗱，我起嗰陣時嗰個係俾一個節奏嘅速度。咁如果我係1、2、3起，係嘛？如果我速度係慢嘅話，就1、2、3起。如果點啊？每次係得唔同個慢嘅時候。嗱，如果速度係1、2、3起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好啦，就嚟啦。1、2、3起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就嚟講。1、2、3起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差唔多嚟。OK。我就1、2、3起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呢個冇嘢咁快㗎。每次嘅速度都唔同㗎，都要諗。1、2、3起。如果天地不仁，好啦，睇得啦。1、2、3起。如果天地不仁，生靈就真係陰公，試下天下開始啊！1、2、3起。天下嘅生靈就真係陰公。1、2、3起。天下嘅生靈就真係陰公。有聲就得㗎啦，好大。我哋嘅第一個 phrase 1、2、3起。
上嚟，1、2、3，起。疾風暴雨變成人，都無所適從。1、3。